不要靠太近了。虽然说这次我们确实是做错，但我们也确实是因为 Marry Me 才爱上对方的，所以应该没有人比我们更懂 Marry Me 的内行。如果 Alex 肯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体会融入到 Marry Me 的设计当中，将 Alex 想表达的理念延续下去。好啊，那你一会儿见到 Alex， 你可以详细的跟他说一说。我知道。放心吧，你一定会特别顺利解决的。怎么了？你一会儿就要顶着这张苦瓜脸去见 Alex 了。你好，我要找 Alex。对不起，没有预约，不能见 Alex。那我现在就预约，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 Alex 的时间，我们可以等他。他不在工作室。他去哪儿了？我们不能透露 Alex 的行踪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不清楚。要不你们先坐一下，休息一会儿。谢谢啊。谢谢。老板，那个，上次你许可的那张设计图被我搞丢了。我有办法。Hello， 你记不记得我呀？咱们见过的。可以，我回去给你寄。谢谢。等我回国，我就给你发消息。好吗？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搞定了 ，Alex 今晚会参加一个酒会。老婆辛苦了，我得好好奖励你一下。在人家工作室不好吧？那红包也不要了？要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你忘了第一次我们见面，我是怎么跟着你回那 party 的？宁总，请让一下，不要靠太近了。他是谁？可能是某个大明星吧。他独特的风格我非常喜欢。Alex， 你好，两位，请出示一下邀请函。我拖住他下去，在我这里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像先生有个掉里面去了，你帮我看一下。Alex 先生，尹先生，你们先下去。十分抱歉，我们去那边说话。谢谢啊。没有邀请函，这边不让进的，请吧。行，不进就不进，一定要请顺利。